都是采用啊，老夫采用太当王意。关公5关36将，古上老辈关公同曹操的大将蔡邕的人马对立，双方随时都有可能相战。第二关公斩蔡邕，又批关公总比3兄弟总算提古上女再个相比。也係免發現源自客家戲劇團演出的戲出《千里金蘭宴》，講嘅係三國時代劉備、關公、張飛2個金蘭，同生死同患難3個人喺齊主打住分開過後，關公一路過關斬將，張飛又再個重逢嘅俗語故事。舞台上多軍乒乒乓乓嘅武打戲。演演精彩嘅唱腔，專業優雅嘅神態，台底下嘅觀眾看到目珠唔會專業。我覺得非常精彩啊！因為雖然聽不懂他在講什麼，但是他有字幕的那個給我們看，所以我覺得他演得蠻好看的。因為小孩子也是對這個很有興趣，所以特別來帶他們一起過來看這樣子，對，大家一起分享這種戲劇的那種臨場感。我们前阵子在南部演出，可以说场场观众都人山人海。他说：“哎呦，那客家戏这么好看呐！”所以他们就说：“你们明晚有客家戏要找奖啊！”我说：“不是明晚有客家戏，因为明晚说他喜欢很多戏曲都能包容在我们里面。”源自客家戲劇團係棉花園旗下為體嘅客家團，也係南埔體嘅客家戲劇團。戲文總概係講客話，編樂曲調加為新的元素同棉花園嘅想法，為本客家戲變得客家生活。將我用精彩嘅武打動作同流暢嘅戲劇節奏，改變傳統客家戲嘅感覺。他們的起拍哦，有點比較慢，就是說懂得會看明道。但是不懂的呢，他覺得說太慢了，所以我覺得說明晚的劇碼在劇情方面有沒有會比較緊湊，所以我把緊湊的劇情拿到那個客家的演出，然後把他們傳統那個客家戲曲稍微那個節奏起調，稍微把它加快節奏一下。棉花園源自客家團伊最好看的，如講以後嘅節奏、音樂嘅節奏，同樣嘅舞勁嘅滿舞勁嘅速度，我也就後生嘅也就武打嘅種場面一團一班嘅人完全冇同樣。所以嗰種人講棉花人喺佢嘅電視上看嘅話，伊感覺唔出乜嘅東西。但係你喺野台戲做嘅時節本人咧感觸十分都冇同樣。親自人會帶動我哋以後嘅戲劇地位，所以嘅感動，所以以後嘅人嘅影響。從可樂瓜戲為主嘅棉花園，為台灣傳統戲劇打開嘅新嘅局面。本人看到同傳統冇同樣嘅瓜戲，我來做客家戲是有克服嘅問題很真多。平常睇舞台上，如果講可樂化為亞洲演員，必須要面對嘅挑戰就係方言。上帝呀！自稱嘅華戲演員也係客家新潮嘅主數人，喺亞出戲地度做主角，演出牛皮，但唱係方言轉換，就考驗嘅佢嘅語言能力。困難是有啊，因為以前都講閩南話，而家說客家，有一點轉不過來啊，我慢慢學習啊。
混蛋客家讲无嘛嘅真嘅张玉生也特别苦练，希望用模拟提舞台风，神快演出自家喜好嘅传统戏剧。出台以前，上看下先，定下讲嘛嘅，他们讲嘅爸爸讲唔出来安尼啦。唔講到客家頭下人看唔識，唔做也冇意思啊，係嘛？故說轉換語言嘅時間在後台要先想一下。93歲嘅是演員陳清平，喺團中嘅模樣，每行人嘅意見講行去做好多嘅關係個簡單。你覺得要講客家話會不會比較困難？會。為什麼？因為就是說我有的沒有學到，對啊，要不然學校有學，但是學又丟掉。除了屯好老化轉換做行業之外，語文嘅運用也會因為語言嘅發音冇通用，需要再過調整。客家他們語言有沒有？有時候跟我們的那個押韻啊、口白都不大一樣，真的不一樣。所以每一個劇本都需要事先大家對白，大家先講話，然後看哪一句話不對，哪一句話對，哪一句話應該是用北部的腔調，哪一句話應該是南部的腔調，大家都講好了，然後在劇本上大家做個記號，再來拍武打動作。嘅唱腔同關係也規模相同，做關內關係嘅也條演員，仲可以在個練唱功。是客家戲曲嘛，所以一定會運用到客家的戲曲，沒有全部都用歌仔戲的啦。我說你係攞貼片去練啊？對啊，模擬都唔會啊，唱唔出，中國溫暖啊，那個詞啊，可以聽別人講，可以慢慢背那個。音樂很少接觸，所以就比較困難。喺鬼嘴機演奏結婚嘅樂師，也因為他唔識客家，而特別專心，能抓到演員嘅情緒，喺適當嘅時間點演奏。音樂怎麼下？這是有劇本啊，大概都聽得懂啦。因為它跟國語有很多很像的地方，所以我們會去聽它的語氣，跟看參考劇本、字幕那些，來判斷他們的情緒什麼時候到了，應該我們都很清楚，這沒問題。源自客家戲劇團有免費演嘅講法，每一班客家傳統戲劇團年齡演出幾比少，現在唔拉而團人家演員來演出嘅困境。源自客家戲劇團同樣也會督導，從喺演出前嚟點燃前地度嘅十體主角，其中做觀光總比嘅演員都係團劇團加來嘅。因為我平常嗰台戲我唔識做過啊，所以因為我自班嘅有啱嘅教師啊，所以唔可以輪到我做，所以一來到入邊呢，佢都都簽嘅因為聽幫忙，就我哋做航路戲依家行嘅話，咩嘅動手，所以我就如果前夾板前面，你聽幫忙，觀眾嚟幫忙就嚟幫忙。最大嘅挑戰咯，我係是以前佢冇從事到暗用嘅角色啦，替拍做。算是替拍做啦，就太上調啦，較誇張調嘅，係啊，因為以前較屬於較斯文嘅路線，係啊，冇按用很粗獷嘅。鬧喊紅必的，我人腳報應。全身發有嘅一個，如果上海本來人客家有嘅時間嘅發揚光大吼。啊，當然因為喺南部吼，
尽快去寻到遐个客家的演员，所以伊必须同遐个北部喺摩鲁屯其他的团吼互相来协调，咱可以将遐整出去嘅精神表现出来。听他的声音好不好？好。無論係歌仔戲還係客家戲，正式演出前如愛花時間裁判。如果同好多歌仔戲嘅演出基地來比，客家戲嘅裁判愛穿歸本前無按改。唔過團長陳勝凡參議會還係愛吃，愛比傳統嘅戲劇激發出無窮用嘅火花。我個人個性有沒有？我喜歡嘗試很多新的東西、新的技巧、新的技種。這個我說不定有一天客家戲跟閩南的歌仔戲可以同台演出，對不對？因為這樣演出的話會增加自己的樂趣。然後還有一個最好是說大家在一起演出，不要問什麼客家人啦，他說外省人啦，還是咱這個河洛人，大家都可以在一起演出。老板他有这种心，我们也会想说去挺力去帮助他，让客家的那种戏曲一直传承下去，所以会尽力去学啦，不会说都做2次3次就放弃，也不会这样子，也是会很用心的。就算明明地客家傳統戲曲是常態。民法院限制客家戲劇團限期假日，就係因為對團長到演員都認為傳統戲劇是要保留，是要傳承。希望那個客家文化可以一直傳承下去啦，像閩南戲劇一樣。如果大家有重視的話，有很多人年輕一輩想來學習的話，我們都很歡迎。佢哋還有個選址客家戲劇團嘛，叫起來，我想就來做，試看下先，做啲同嘅客家文化傳承起來嘛。唔好講客家文化都入嚟入睇就端鐵嚟，以後都冇人愛看，有人愛看就冇人愛做啦，冇嘅意思啦，所以說要是還是要傳承下去，重點還是要傳承。就是說，每個劇種都不要沒落，我覺得南管、北管、客家、河洛、閩南，每一個劇種，我希望說。大家都能夠多少的保存一點，萬一這個劇種不在的話，等到我們老了不在了，對下一代就沒辦法交代了。民法院限制客家戲劇團用本身河洛歌仔戲嘅功夫做基礎。喺客家戲當中，順便嚟帶入歌仔戲發跳嘅新元素，和本河洛同客家傳統嘅文化相結合，發展出新氣象，而呈現6對體客家戲嘅特殊魅力。